大家好啊，我係龍威。由於場館係無柱式嘅設計，可以靈活組合展館，滿足不同場地嘅佈局。一年365日，真係日日新鮮。好多時更會喺同一日有幾個 event 同時發生。不過，當香港遇上極端天氣嘅時候，同時一收到天文台嘅最新消息，颱風小隊就會立即現身。我哋唔單止喺短短幾個鐘頭內做好晒所有防風措施，當風間嘅兄弟咧都會密切留意幾時落波，咁就可以盡快調多幾架唔同嘅工程車，協助主辦單位加快工程嘅進度，確保活動可以如期舉行。最深刻嘅都係疫情期間，亞博同事跨部門合作，用超短嘅時間將亞博嘅殼變成隔離設施。我哋仲按照防疫要求，自己設計咗無觸式洗手盆同起咗好多個沖涼房。我哋嘅通渠小隊亦會每日着起保護衣，為大家處理高危嘅垃圾排泄物，就係為咗可以保持設施嘅乾淨衛生，得到病人早日好返。亞博一年都會舉辦一啲特別嘅活動，而當中馬術比賽嘅準備功夫都非常有趣。亞博要變成馬房嘅時候，為咗減低馬嘅味道，我哋預先鋪咗2層防水膠布喺地面，再鋪厚厚嘅草去吸味，加上風櫃又會加上咗濾網，咁通風系統同地下都唔會有味啦。嚟緊嘅浪琴香港國際馬術盛典，又係我哋協助主辦嘅時間，就睇下我哋點樣將個場變身啦〜